见的猫咪被困的基本上是什么？通风井最多的。我们在这个位置 ，OK， 那就没问题的。咪咪，每次都是5单元这个地方。还不止叫一次吗？猫。对。要不然都安不上。咪咪，通风井在城市里面就是流浪猫的火葬场。空调外机。 差不多了吧？树上。来杜甫澡堂救猫有什么感觉？别怕，别怕，咪咪，咪咪，王子，走喽，网子准备，网子准备好，往后退，松开，尽量往后退。钢筋水泥的社会确实不适合猫的生存的。那我的工作应该就是保护好它们。